係微微煮食時間。今日煮嘅係鮮茄薯仔煮雞髀。材料有鮮茄4個、薯仔2個、雞髀2隻。雞髀預先1日用鹽醃了。而家先將番茄用鉸剪去皮，去完皮一開4，再開半。薯仔去皮切片，因為我喜歡切片，我唔喜歡切菱角，因為這樣容易煎同比較易熟。番茄去咗嗰個白色嗰個心。調味料有油、豆粉、麻芡、糖、鹽。而家首先煎嗰個薯仔，同樣係用猛鑊陰油，先用猛火煎，然後較中火慢慢煎，因為我不是落很多油，如果太猛火會煎燶。煎到金黃那些可以反轉煎，未煎到金黃炒煎一陣再反轉煎，煎至金黃盛起。猛鑊陰油落雞髀，開火，首先用中火煎，然後較慢火蓋上鑊蓋慢慢煮，待雞髀煮熟。濕張紙巾，揸返乾紙巾，索去多餘油分，令雞件煎起更皮脆。煎至兩面金黃盛起，下番茄煮，因為有油，番茄煮呢，用油煮出茄紅素呢係有益的。我不是用水煮的。落鹽落糖煮一陣，然後用豆粉水埋芡再煮一陣。薯仔雞件回鑊，攪拌均勻，便可成碟。呢個鮮茄薯仔煮雞髀完成了。